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农沙许多太多太超过的事情，先前数多过大嘅议论，尤其宜兰农沙嘅数量对2000年嘅428吨增加到2014年7612吨，为5年来使得讲当年会多700吨安多哦。为受到囤安唔好嘅情形挡下来。宜兰县政府今年4月的发布实施宜兰县县间农沙申请人资格同农沙建筑审查办法。内政部9月的也公告的农业用地县间农沙办法被修正案，限定由农保也到严格定义的农民能使得起农沙，不过买同移转也得为部分，行政严格定用修正农法条例18条之一的方式来处理。是讲爱先记的，爱修法唔抵爱等到乃时。睇行政院家庭爱修法过后，宜兰县政府认为讲中央的版本同宜兰县版本差唔多，故所爱废弃实施的半年的嘅法规。不过宜兰一到农民同团体认为，宜兰县政府的规定个合符的到采体需求，废弃的都等于囤积嘅数多很多，也对后生的农民希望。时节来到上高，靠东北季风，每家冻到水起，天桥顺风的转桥有重重的水，地下没有各种各样粗细的农沙，一毛细细的带来一侧蒙沙叶，就像是来到的熬煮作业，也就是一步又一步的风景，想到冻到有田野梦的我天热来到呀。适合那个耕种的地方，它的水自然多，不太适合人居住，因为它住起来就是水汽多，所以你动不动你的关节就会痛，或者说你离市区就是这么远，你买东西都要开车过去买，我就不懂这些有钱大在想什么。农业发展条例特别准予起农沙，本来的意思是为农民群的来照顾田丘。2000年考虑爱标准农地自由买卖，维护农场经营效率也到。修法标准特别耕地侵蚀面积对5公顷，一下降到0.25公顷。不过未产生出一道假农民，故说农地拿来做耕地。以台湾农地这样炒作哈，尤其宜兰的部分，这10年来哈，实在真的是很离谱。我竟然可以把农地一坪从差不多一般的价格，稍1万5到2万块一坪的农地。按1分地来讲的话，超要450万到600万左右。像我在种农的，根本不可能，不要说1万5啊，就是1万块，就算是5000块，我可能也没办法去买来耕种。89年以前啊，有农地都是自耕农啊，所以谁是农民这个好像不是问题啊。可是宜兰就雪隧通车以后，这5、6年，突然之间哇，这个问题变得很严重。谢山龙统查经验。农沙增加的586吨，比前年以下的增加的203吨。也5年来，得到使用直接的农沙有3400件，其中用到农民名义来生产的比例有82%高。完工过后，移转的比例是64%，农沙就变作为炒作的商品。农舍不是一般住宅，它是政府给农民的一种特殊的许可，那前提就是必须是农民。好，然后再来那个。农舍是为了务农所需，所以这个农民必须要有务农的事实，这些必须要都具备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农舍的必要性。如果说你已经在原来的村镇已经有住宅了，你为什么还需要去盖一栋住宅？更何况是盖来用买卖的哈。7年前，专家向港中的阿福看到为2色生产的基地变作为房地产炒作的商品。其头谈的讲，伊将是宜兰的天球做起唔见体的。从都市回来的，然后会觉得说，这里如果再盖下去，那其实我好像不是回来乡下，而是另外一个又在营造另外一个都市，让这边环境变成不太像是真的一个农村社会。伫阿福嘅天桥巷，棚嘅地嘅涉水，睇到過幾圈嘅潮來潮去，水陽面3萬嘅地嘅傳開，水調就啲天順巷，出差嘅行下過來，行下過去，也按照嘅風景，就會其堅持友善港中嘅成果。可是現在因為宜蘭一直在蓋房子，蓋到最後。往你周边一看，大部分都是农舍，相对的这种环境变一个很大的反差跟对比。同样没有田野梦，土树拖到一半就去港中。2012年来到宜兰港中的5家里美国，也下港中的情形同头摆冇同樣嘅。
我们要务农，农地可能就是一块一块的被买走盖农舍，或者是说我们务农的同时旁边是农舍，然后他在施工，把垃圾丢到田里面，或者说把一些施工的东西全部往田里面丢，他们把这个田地当作垃圾场，也把水沟当垃圾场，是这样处理的话，真的很无奈。我们常常只觉得纳闷，为什么台湾人愿意把在自己的厨房上丢了那么多垃圾，然后完全不担心自己吃的东西安不安全。我每天在这里务农，都很担心我种出来的米到底 O 不 OK。有人说粮食安全，有人想要用田球来赚钱。吴强用的目的对田球的利用方式没收藏太慢。农民的收入18K，但是你想说，他支持农民在耕作的几个原因嘛？第一个就是说，它是我老人安养的地方；第二个就是讲做吼，我的后生要创业无钱，这个就是伊的根本。过来就是讲，我食老人无人顾的时阵要哪创？无我嘛讲一个歹听，我卖一块地，互我免去意外着是细啊，或者爱请外劳啊3个，我这来我就有啊。古早宜兰的农舍25年来已经累积到7600人吨，县政府当指导听洋葱的，决定按修法来当。本来农地就是要农用，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，其中的关键条文，新建农舍的申请人应为农民，那本来就有，或者是第9条，里头有写到，9%以上的农业经营用地，应该是一个完整区块。那当然，在过去15年，这两个部分并没有被落实执行嘛，所以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政府有过错了哈。虽然农业用地与农舍办法就有规定，宜兰县政府还会在今年4月初期公告，宜兰县与农舍申请人资格含过农舍建筑审查办法，希望老农民的身份听清楚来，爱限制与农舍的资格，不过还会受到争议。没有，农民定义就是第一个，你有农保，你可以是健保第3类，你也可以是实际在务农的人。好，那实际在务农的状况，你要能够举证。好，那虽然你没有农保，没有健保第3类，那我们也可以同意，你是具有来新建农舍的资格的那个农民。我们当然是希望说，确保宜兰的农地农用。那它的另外一面，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遏止农地农舍的商品化炒作嘛。它只有更松而已啊，因为就农民的资格，什么是农民？那他现在要求的有农保哈，然后有什么健保第3类，可是这些都是可以作假的，甚至于你可以有农产品买卖凭证，这个也是可以作假的。那你要真的落实审查的时候，这些其实都是最宽松的底线了。不过，县政府的此次新法实施过后，已从有效果。28年来，申请爱去农舍案例减到存150件。是有成效，而且它像我听到的，人家要盖农舍或什么，它其实把关变得很严格，其实不好申请以外，还有甚至听到常常有被推荐。今年开始踩刹车，我认为是，也不会太晚，毕竟有踩了以后，到现在你看要来炒作的人。就已经都停下脚步了啊！对这个宜兰未来的整个环境来讲，当然是好的。我认为这个是正面的。到为9月初4，内政部公告农业用地与农舍办法的修正案，严格规定，超有保农保也得严管田野农民争取的农舍。不过，外卖无就依照农舍部分，行政院决定用修正农法条例18之1的方式来处理。故此，有民间团体就争议，行政院唔想去开指引，就送本立法院。另外就会限期嘅，立委也唔会排期来审查，故此唔对电动内容时将会修法。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宣示执法的一个动作而已，它事实上根本没有去修到法，然后甚至有可能越修越糟。像农委会提出的那个农舍买卖资格的。农舍买卖承受人的资格必须要经过立法院去修法，那个他等于去违反了中央母法的精神。农舍本来就是要给农民用的，好，那他是越修越回头了，他现在反而是去承认那个非农民去买农舍是正当的。不过，就伫行政院会提出爱修法的决定过后，宜兰县政府又决定爱废除实施的8年的法规。我们认为关键的条文，对于遏止
农地农舍投机炒作的这件事情，已经关键的条文已经在中央都列进去了。依据法律如果有中央已经有相同的法规出现的时候，那我们原来定的这个自治规则就应该要废止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废止。二来去农xã韓國審查辦法當中，除了去農xã生產業天從20世有做農業的條路，還會提出證明，每幾天農xã做唔得起的田東岸，會保持完整的農業生產機會。另外，屯內韓國非常幾個月沒有一定的限制，沒有派現場的勘查，天從會有生產業去到現場來說明農業經營計劃。同中央的來比，縣政府的版本還較接近地方的需求，還較有誠意。也縣政府會廢除赤字法，對上海港中的青年農民來講係當失望。看似有定，可是其實能夠嚇阻那個蓋農舍的那個速度，我想應該是很有限的，因為就覺得是有點難擋下來。可是，宜蘭縣政府用這種方式，在那個把細節都把可以卡住農舍的一些細節都藏在那個法案裡面，我覺得會是。可能是没有辦法中的辦法吧，可是因為改母法是有困難的。覺得說是某個程度是因為選舉到了，然後因為有些東西可能沒辦法得罪，那造成說這個東西說掉之後回歸於中央，那中央這一塊真的聽到我們農民的聲音嗎？中央本來想按嚴格的限制，強制只有港中的農民才買得農xã，不過查處到有的立委韓國民眾強烈的反對。舊年咧就有團體去批的宜蘭縣政府的抗議，認為安尼嘅惡法係限縮嘅農民的權益。9月8號為什麼有3000多個農民出來抗爭？他就是真的影響到他的權利跟他的生計啦。90農業生產使用，10%農舍生活使用，政府應該要是把這90%的農業生產使用的部分嚴格管理。邱世奎係做不同產嘅，沒有檢定嘅工作，有4公頃嘅田丘。佢講，佢同一島農民都支持農地農用。不過，佢哋不滿嘅係，政府唔去好好處理嘅90%嘅田丘，才嚟限縮也10%嘅農xã生產使用權利。10%呢，人家農舍的生活使用這個部分呢，你不能給人家限收啊！爸爸媽媽都給我們一個人10塊，那這個我做哥哥的不乖，我偷拿90塊去用。現在媽媽、爸爸是要來把我90塊要回去呀，不是把你的10塊沒收起來呀，對不對？他們認為每一塊農地就是有1/10的建地，對不起，不是這樣的，因為這個法令在農發條例裡面，它是有前提的。第一個你要是農民，然後第二個你要是要實際有務農。那今天農舍可以買賣。可以不受限制的買賣，事實上就是已經逾越那個農發條例的本來的精神。另外，民間團體咪批評農業用地去農xã辦法就有嚴格的規定，縣政府無拿無內無好好做，才會有按到農地農xã的問題。你今天是應該把那些違規使用的，你去輔導他；如果沒有辦法輔導的，你把它加稅。讓這個土地使用的公平正義存在嘛？那如果這些違規使用的，它真的影響到生態，污染到環境，沒第二句話啦，卡掉呀。農地限制農舍這種政策裡面是壓抑着農地沒有辦法買賣，變成說我一塊地要賣出來，到底這對還唔對？但是問題的終結點應當是在於政府90%的農地農用，你如果堅持住。一個高約10倍、20倍，它還是90%的農用。所以今天其實是要2件事一起做，一個把農地的門關起來，然後讓這些仲介業者的專業去處理這些閒置的空間。我們有一個數字就是宜蘭縣在非都市地區還有可以居住22萬人。宜蘭目前的鄉間居住人口只有16萬人它還可以容納22萬人居住。為什麼這些空間一直沒有辦法被利用？就是因為農地太好用。中共今年所有的田丘無就違規農xã問題，前根本呢還係政府的農業政策同對農地的態度出了問題。
农地目前的使用上呢，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农业的政策上。农业政策上的问题呢，出在农民的农业的产值太低啦。现在做产业的生活里吼，所有问题拢解决了。去做更好的行销或辅导，这事实上都需要时间嘛。但是农地如果没有留下来，没有完整的留下来，后面的这些可能性就全部毁了。我们只能维持好一个好的生产环境。那你现在田现在没有人耕，没关系。如果你的政策走向是对的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农可以进场了。手法系当农地操作各有优惠，对整体国土规划政策来做，则是千根本的积极方式。也好支持当飞机，总是抢糖多少，无见多样，故作安尼天球，怎会进来见无睇。